颈肩不适出现在各种日常情境中，使自然的颈椎弧度消失，颈椎变直。变直的颈椎改变整条颈椎内部承重的位置，如果某节的颈椎体质较弱，就会产生结构改变，而压迫到附近的颈神经，形成颈椎的压痛点，也就是俗称压力点。压痛点旁的颈椎神经被压迫后，该条颈神经分布的区域，如脖子、肩膀、上肢就会产生不舒服。所以颈肩不适只要来自于颈椎压痛点出问题，而不仅仅是颈椎弧度的问题。多数的颈椎器只注重在颈椎弧度的改善，使用后往往无法迅速改善颈肩的不适感。好型颈椎器特殊设计，可以准确而适当地支撑出问题的压痛点，并透过简单的颈椎肌肉运动，维护整个颈椎的健康。好型颈椎枕会是您颈椎健康的好伙伴。